举办迈入第19届的全球城市小姐暨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宣传记者会，23日在台南举行。市长室副主任陈宗明、议员李正国、陈怡贞、曾姿杰、曾培雅以及各界贵宾一起来协助宣传。1、2、3，站！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主席纪婉珍表示，今年活动主要在推动产学业界合作，并首度扩大和美甲、美容、美发业结合，希望透过比赛提升美业水准，让更多人看到他们除了拥有外在美的同时，也能看到他们内心之美。第19届的城市小姐选拔，以及第1届的美业形象大使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，让政府看见我们这个行业，以及提升我们整个美业的水准，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除了外观的美丽之外，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内在的美丽的表现。因为我们选上的人员都会到各地去做很多的公益活动。2024全球城市小姐暨全球城市美业形象大使选拔赛，目前已经开放选手报名参赛。对比赛有兴趣的朋友，在7月20日报名截止前，都能在主办单位网站报名。最后的总决赛8月25日将在台北汉来大饭店举行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